片啊，会使拖着拖安尼。所以我开会了后，1月8号时阵去开会了后，我就一直咧无用伊遮个代志，就是一寡伊旧年差不多8月还是9月有答应要做的物件，拢无生出来，我就要甲生出来。OK，个人有个人的辛苦啦哈。我嘛是做工啊，暗时啊拢加班。我当然无听我下课了该搁做工，实在是。好，来，咱莫讲这，咱快乐读书吼。但是我一个手上最好笑，我甲伊讲一件代志，因为我讲即摆着对我嘛，伊就讲安尼，伊可能着大奖啊，着乐透啊，最好笑诶。为什么讲着大奖？这常常无要做啊，消息啦，安尼，伊讲最好笑诶。好，来，咱来读书啦哈。即嘛对我来讲，读书实在是足宝贵的、足轻松的时间。好，来7月22礼拜日，1057年7月22礼拜日。顶部完全无风，但是即个港道应邀是真大啦吼。地教方面要去甲停伫咧港外迄寡船设法带入来港内，领港员6批就是无法度出港。中岛有西南微风，但是以后无偌久又搁透西北风甲西风，天顶乌阴，并且落大雨，搁有4若单雷。要暗仔就天就好天咯。有一只小胖船对归人来遮入港，该船是以前摕着阮的渔客去遐的。做19个人再来下咧物件，14道樟木的茶帮，10担藤，200领的山羊皮，100领的鹿皮，1担的硫磺，8饭锅，3罐油甲2罐 Zarden， 即摆伊无写，无翻译来啥物件。安歇日主日礼拜敬拜主吼，7月23拜一。今仔日7月应该读会煞吼。好天，港道也是有影，有微风对东方吹来。迄只领港船载着领港员，伫个下晡4点钟出港。伫个迄以前有落淡薄仔雨。今仔日也有一只小胖船对淡水甲归人来到遮，坐18大埔再来下咧物件，28倒帮30桶米。5担藤甲105领的山羊皮，3队呢？迄只本国个19号因为季风转来，小胖船搁再度出港，要航往时那所在号码，除了以前所装载以外，另外加2698斤鹿仔肉甲128斤鹿仔骹。今仔日伫福尔摩沙议会呢，商讨几件有关尊贵公司。以及伫处地的事务，其中包括着伫顶站城堡，目前由队长佩杜所带迄间房间、迄间厝啦吼，将来要互 J. Ortegan 先生来带，伊将会对日本来遮担任第2主管。即个佩杜呢，就是嘛，即队长佩杜要去带，目前由商务员 Van Eperen 你大房屋，而即个商务员甲即个议会议员 Jacobus Valentine 先生，要伫个 Van Alpen 的官府迁徙出去了后，同齐去带入去该厝。新来的队长Michael Williams。要住伫个中尉 Gitner 现在所住的房间，即个中尉要去住伫个法务议会秘书 Gillis Box 的厝，而该秘书需要伫即个台湾市镇里安置居所。大风吹啦吼，吹来吹去刷来刷去，又搁为着避免无谓的冲突。也是遵照巴达维亚当局的建议，
甲处队两位队长佩杜甲威廉斯的集权分开，前者就是佩杜，将个即将即个上层城堡以及普罗宾西亚、比南、马里马伦、打狗、牛港、清水溪、马厩买掉啦吼，但是即个厩哩，我看汉字怎样发音？马厩，伊写记吼记买记，过说嘛是写讲买掉吼，自集嘛是叫做记吼，记就是买掉自集官名人的字姓吼，拢叫做记吼。马我怎么马厩？看一下台语读记则袂晓，华语则读袂出来吼。马厩就是买记啦吼。好来讲即个配套即将拄则讲的即寡所在吼，无一个什么系统你看 ，province 啊，就是嘛阿问啥，即嘛即个讲着，这样。赤坎楼吼，比南到马里马伦吼，台东所以差不多是东部甲即个南区啦吼，东区甲南区议会啦吼。因为比南、马里马伦、打狗、牛港、清水溪、马记吼等等的军务，而 Michael Williams 将会即将下战城堡、乌特勒兹碉堡、公庆所。台湾市镇、海堡、马沙沟、甲芒港，以及过来拢北区嘛吼。新港、小人、麻豆、滴落山、好无人、甲二林驻社的军务，即个 Williamson 呢，也爱伫个最近的机会加入法定的职务。又搁因为高层当局命令，爱对地方官、稽查官、甲法庭秘书减薪和取消。食饭的配给，也要取消互队长佩杜的几个囡仔按月支付的钱，因为这个命令伫个福尔摩沙议会里也决定，除此以外，处队的孤儿院秘书也将会完全无搁对公司享有薪水，也无食饭的配给。哎哟，安尼孤儿院秘书是要食啥？也有几份陈情书。提到即个议会里来请求，对此拢甲伊善意回答。有几个新仔人提来请求，互因派2-3只旁船对此地去淡水甲过人。此事完全拒绝毋准，因为顾虑着因会甲阮将派兵去迄边的消息来甲迄寡原住民讲。新仔人翻译员变我，因为一直破病，无法度执行公司的任务，因此改任税务所的本书新仔人随我来接替伊做翻译员。即个人捌西班牙语，互伊的薪水是每个月8到40磅的米。上述这一切拢会当对本议会决议录今仔日的日期详细看到。另外一个人，但是这可能互其他人薪水无介悬吼，一个月8到40磅的米尔吼。咱进前读的数字拢遮大吼，几千几万里尔，一个月8到。迄毋是即嘛，毋是迄当阵尔啦，即嘛嘛相款。然后你看咱即嘛人，每一个人薪水其实拢足有限的。你搁较敖趁吼，其实薪水足有限的。比如讲我讲较敖趁的好啦吼，上敖趁的我所知影，伫个 Wall Street 吼，薪水年薪100万的根本就是普通啦吼，年薪300万的我都捌听过吼，我毋是讲什么主管啊，什么足高悬的吼，就是薪路尔吼，年薪300万美金吼，你莫讲这薪水足悬吼，迄是卖命啦吼。300万美金又搁如何呢？你若
像咧做生意诶，像因这一只船安尼，你把安尼趁诶一只船尔，一个船期可能互你算2礼拜哦，可能趁几百万哦，一个头家啦吼。看啥物好啦，都看啥物物件都有影吼。好啦，咱继续读咧吼。我意思是讲，咱心得吼，趁300万甲趁3万股，其实差不多拢是努力啦，无啥物好。你若真正要希望讲会当早日会当家己吼，啥物啊财务自由吼，迄著爱家己平常要投资啊。投资就是讲平常时你可能爱买直买股票，还是买一寡基金啊，买一下 ETF 吼。啊，直投资到一个程度，你可能就免会当工课辞掉，当退休啊吼。好，当然有方法啦。即个方法其实我嘛是伫 club 有一个听咧开房诶，我煞袂记伊叫啥名。我对伊遐听诶吼。有一个我 YouTube channel 叫做 CLEC， 你若有兴趣，你再家己去听吼。你听讲伊家己本身嘛是40几岁就退休啊，就是用即种方式靠投资，就是家己买，伊当无你管啥物行情起起落落，就直买就对啊吼。伊拢买 QQQ 啦吼。美国这边的 ETF， 好，有兴趣你再家己听哈。好，咱继续读7月24号拜二吼，早起微风对东方吹来，下晡透改吹西南风，但是风力伤细，因此也无法度甲港外迄2只船拢带入来港内。暗时啊，天空乌阴吼，天顶乌阴落一寡雨。7月25拜三。早暗下半暝约4点钟的时阵，阮伫咧厝地台湾感受到两处的地动，3架无偌久。天光的时阵有微小舒适的陆风，你是强风对西方甲西北方持续吹来，因此上午11点钟，迄2只小扁底船 Hilversum 号甲 Watchet 号就趁着风来入港。并且来即个城堡头前来停船，为此阮必须感谢上帝。7月26拜四，早起只小扁底船 Hilversum 号来外靠站桥开始落雨，好天上午透东风并且落雨，了后又搁改吹强烈的北风。伫佛罗摩萨议会呢，决议因为对暹罗要来 Ulysses号含其他要对巴达维亚来的船拢还袂来到遮，但是季风已经强要过去啊！吼，因此呢，决定要派快艇 Z-Hunt 号，虽然讲该船装货量上大，临时装糖甲落坡去日本。即句的表达法小可有问题，毋知你讲啥？因为即个3年来对淡水的主管写来的书信，拢不断咧向阮控诉，伫甲阮斗落去吼，讲迄一角位了，迄一角头的村民对公司的人员和我方的朋友拢极其反抗，极其酷杀残忍。即寡人，阮因为兵力不足以及其他的事故，到现在拢还未当甲因报复。虽然对此巴达维亚当局去年就已经命令爱甲因报复吼，现在阮又搁已经数次来商谈此事，总算做出决定，要伫咧今年8月底对此地派大军经由水路去遐。即寡军队将会包括240个健壮的士兵，分做3队，以及60个配备刀剑的水手，以便去协助搬运作战用区。合计300个人，每一个人拢装备40工的使用品。由电官 Frederick Skidell 担任总指挥，由队长 Thomas Peddle 带队，由商务员兼任秘书的 Thomas Van Iperen 先生担任政务助理。伊以前捌伫遐指挥作战过，伊对迄边的情形有熟吼，并且为着要避免流无辜者的血，要辨别良药，这个药我查者。
良药，药读做幼还是秀？毋是，歹势，读做幼还是秀？幼是第二条，秀是第三条。幼，良幼，我看幼是歹的草，亲像丢，属皮类。是种叫皮啊，你可能毋知啦，吼，做田的人才知。伫咧稻田内底吼，有一种草，伊时阵含稻啊吼，强要成吼，足成的啦吼，但是有即款差别尔吼。你爱做田人都分得出来啊吼，当然爱甲你教者，你都分得出来吼。啊，若无你敢若看过吼，你看袂出讲原来伊是皮啊吼，阮讲叫做皮啊，就是败吼。你若华语读做败吼，一个那啤酒迄个啤，但是是禾字旁啦吼，读做皮啊皮吼。所以皮啊就是药，就是良药不齐即个药吼，就是药吼。OK。所以有好诶、歹诶，就是幼吼。啊，秀呢是伊想讲秀是地秋花诶名吼。拉山诶草哦，所以拉山诶草嘛是爱讲做秀啦吼。好，拉山诶草应该就是你讲皮啊嘛吼。好，来咱转来历史遮继续看吼。讲为着要避免老无辜者的非爱辨别良友，将会迄寡敌对的德惨写百里分写一个叫做马少翁，马少翁是伊写拼音写基马少马少翁差足侪有啦，小可读马少对马少吼，过来是这是哪个款？秦尔吼，拼音写秦尔，所以拿。过来是下邦呀，卡给拉啊，南卡嘛有拼音叫做 Perkoji 吼 ，Matadas 含其他的村社来声明，就是讲为着要辨别良友，将会迄寡敌对的即寡拄则念过即寡社含其他的村社声明。务必爱甲迄寡主要的煽动者甲带头行凶的人交出来受处罚，啊，若无因全体拢会将被拍死。虽然如此，阮也是袂使遐尔残忍，对迄寡无反抗的以及妇女甲囡仔，也是爱尽可能互因存活落来，就像伫咧《决议录》里详细记载安尼。要暗啊，乌阴天落一寡雨。7月27号拜五，美方对东北方车来好天，上午即个城堡的法庭开庭。今仔日阮又阁收到商务员 Peter Bunn 先生对鸡人寄来的批，诉其本9月10号是由一个毋惊死的新仔人经由陆路送来。批里写讲，做军队储地装150包日本米，派去迄只小派去的迄只做军队储地装载150包日本米，派去迄遐的小胖船，已经伫本9月5号到遐咯。随船早去的关系着要乌300拉斯顿即个涂炭的命令，伊将会尽力来遵办。迄寡乌涂炭的人，真侪人欠缺工具，直到上述即只小胖船少装了40桶的涂炭。即寡减装的涂炭到时阵将会同齐载过来。答应要对此地派去的军队，伊渴望伫咧今年9月会当看到吼，因为迄时将是处罚迄寡为非作歹的叛徒的良好的时机。加马兰的长老们一寡长老啦，一群长老，也
定来问即个本事啦吼，彼得本事会批来讲，即个感觉来场落定来问来甲伊拍招呼啦吼。伊伫咧本古语的揣6，按照伊顶一张批所写吼，派助理 Jacob Bobbian。下对再来看 Jacob Bobbian 的介绍解吼，讲派助理 Jacob Bobbian 解动一个士兵和一个翻译员，早着互因的书面指令，坐一只金包里的船去加马兰的海湾 Boktvan Cabolan 吼，要对遐搁较山金的多罗湾去深入了解迄寡所在。下设商务员迄边的第2主管叫做 Egbert Codd， 伫咧本古语6号，伫咧破病发烧10天了后，伫咧淡水过身。迄种疾病，特别是头壳痛的病情，伫因中间愈来愈摊开。伊指派中尉，就是迄边的第2主管吼，毋是伊这是啥？伊指派中尉 Julius Bowens 担任淡水的主管。这应该是顶头迄个人 Peter Burns 所写的批所Peter Burns 指派啦吼。指派这个中尉担任淡水主管，叫做 Julius Bowens 吼，无定要定读对伊名吼 ，Julius Bowens。一直到接到进一步的命令，这个人也破病甲真严重，因此也派一个助理早着简要的说明去做伊的助手。即嘛是即个破病甲真严重是我那些主管哟。好，属伫加马兰地区诶，Kitabolia 汉语写迪巴叶，我读华语发音然后迪巴叶吼，迄迪巴叶吼，叶啊，迄个叶吼，叶啦吼。也迪巴叶啦，因为我看即个拼音是 Kitabolia 吼。属伫加马兰地区的 Kitabolia 写的长老呢，来伊请求啦吼，应该是即个 Peter Burns 请求啦吼，因全村的人共计30-40人签署来归人附近定居，希望安尼会当摆脱迄寡爱饕餮的波罗塞隆社人。此事伊允准因咯。详细情形会当对伊来批看到，对下晡到暗时啊，拢透强烈的北风，就像北风季节定定有诶迄种强烈的北风。最近已经有真侪工，风拢是对迄个方向吹来吼。7个日7尔呢，热天结果叫北风季节，迄是冬天毋是？好，7个日8拜六上午风也是真强烈，对东北风吹来。下晡该对西风吹来。Hilverson 号落雨了后，就去停伫航道上，由 Z 航号来外口栈桥装塘。夜间落一寡雨。7月29礼拜日，好天有西南风继续吹来。晚上地吼，即种风会当持续较久一啲啊吼，互阮日挺后要对巴达维亚和暹罗来的船只，会当对南方早到遮。下晡的讲道了后，最近新来的队长 Michael Williams 和将旗官 Herman Andresen， 哎呀，拄则讲要看迄个小解，讲要记的。拄则讲即个叫做助理 Jacob Bobbian 吼，对是安尼写讲，是海牙的人。1654年伫淡水甲归人担任助理。1657年7月被派去加马兰，就是即马即个代志，赠送雷蒙互迄遐村社的长老，互公司和因的联合关系重新加强起来。1661年4月，已经伫北部过身，4年后就死去啊！吼。好来。继续看，等咱
转来7月29遮吼。下晡的讲道以后，最近新来队长 Michael Williams 和蒋奇官 Herman Andresen 伫可敬的福尔摩沙议会议员的列席之下，由议长归伊阁下伫为此专定伫即个角声的长官即个厝头前武装列队的因的士兵的面前宣布任命，并且遵照惯例。由迄寡士兵鸣枪三响，即寡仪式完成了后，军官随被邀请到长官徛街头的大厅，摆好食物的桌仔入座来享用食物。暗头又搁落一寡雨。今仔日为虾米请人客？我看无啊。敢若讲宣布任命，遵照惯例安尼，鸣枪三响。好，顶头有讲到一个新来的队长 Michael Williams 甲蒋奇官 Herman Andresen 嘛吼。Herman Andresen 是瑞士的人，1649年以下级士官坐日分号出国，1653年升任做临时中士，1657年。就即嘛吼，被任命做热兰亚省的蒋奇官，这应该是因为新的即个为着欢迎这新的队长甲蒋奇官嘛，才请人去吼，才办青草。1661年5月初，以队长 Thomas Peddle 出击支那军队失败阵亡了后，这应该是伫迄个拍地成功了吼，叫做 Thomas Peddle 是伫即当阵过身吼。Thomas Peddle 死了，伊即个人，即个叫做 Herman Andresen 吼，被任命做 Provincia 中尉队长。热兰亚省导航了后，伊和其他公社人员前往巴达比亚。即马咱哩都伫影电来看了即种消息啦吼。7月30号摆，伊早起透东南风，你是透西风，抑阁有时会落骤雨，落急雨吼。互日航号的装货工作受到阻碍，天顶乌云密布，即个港道里的水影有一点大吼。7月31号最后一天，7月最后一天拜二，也是有大蒙的天气，天顶乌阴，风如同昨昏无差别。快艇日航号会当装糖咯。今仔日伫咧处对台湾各处大关系着要遵照巴达比亚当局的命令，张贴啦吼，打出来吼。将来公司人员破病住院爱薪水减半即个通告吼，打即个通告就对了吼。约落伫下晡1点钟，看见一只荷兰船出现伫处对西方海上。虽然有良好的西风，看起来当被对北方流落来强烈的海流往南杀去。讲迄只荷兰船啊吼，领港员就坐着领港船往迄边航去，要去紧甲该船的消息甲伊炸转来。伊也为着即个目的，炸一只大舢板当做去。好，8月1号，稍等下我来水伫遮，饮遮水。8月1号拜三，快艇日航号还阁咧装糖。昨昏所看到迄只船吼，趁着西南微风对南方，就来到南边停船的所在。迄只领港船去到该船遐了后，迄个领港员约落伫下晡4点钟坐迄只舢板对港外转来遮。伊讲伊嘛有去上，就是捌去落迄只船啦吼，落顶拄则讲迄只船。该船是对暹罗来的避雷船乌里塞斯号，俄罗上帝对遐前来一路拢是好天，航行20天，是和 Hercules 号结伴航行。
该船装着日本市场的货物，要直接航往日本。暹罗应该是讲迄只船吼，下面同齐来即个 Hercules。暹罗的主管 Van Rich 先生寄来处地写互阮，含写互伫日本的 Wagner 阁下的批的抄本，现在拢摕来交互阮。是四期顶个月7月6号甲9号，内容简要来讲，即寡地图简要讲啦吼，即寡地图船所装的货物，主要部分是茶、蜡、油甲其他的杂物，帕拉伊直拉吼，总价值13531毫吨。此外，还佫有要载去日本的1800领牛皮甲305担的沙漠。因为上次 Hercules 号装袂落，所以就用这船载来遮。阮所需求的茶现在拢载来了，所需要的这个蜡加载1倍来，但是所需求的油却得可真多吼，因为油已经真好买着。因要求阮伫后一次的船期爱送6万两以上的日本运订去互因，作为对暹罗国王的进贡，甲搁再开始采购货物之用吼。因伫暹罗采购各将阮需求的货物进行相当的顺利，但是三队呢，阮所送去销售的货物却真恶找到买主吼。但是阮要买物件拢真顺利啦，但是要卖物件卖袂出去吼，因为迄寡所在避讳教导载去的布料等等的物件所冲突。迄个老国王伫旧年8月8号伫暹罗过身了后。对迄当阵以后，该国的政局发生真大的改变，因为对迄以后，王权先被加在第3个国王的头壳顶。期间发生可怕的浪费事件，后来该国大部分的大官总算和平来拥戴老国王的第2后生，确定伊做王。伊年约27号是一个出名甲尊贵的公司友好的人。无写啥物？有4只葡萄牙人的船对马卡奥载着黄金去遐交易，已经伫遐载沙漠、米含烧酒转去。因黄色的快艇去年去过日本，对遐出航以后，经过厦门转去暹罗，一切详细情形会当对该批看到。因暗领港船对上水迄个乌里塞斯号装油罐，就是罐装的油啦吼。转来港内，你是落几斗啊急雨，下晡平静无风。今仔日牧师 Petrus Mas 破病发烧，对迪罗山来到遮，迄边的事务拢还算好。8月2号拜四。透早大篷船 Alpha 号该动领港船利用陆风出港去装货吼，尽量较紧要落较装就是尽量较紧甲船顶的油罐落了后，就利用陆风出港去装货。天气良好，真适合航行，因此上水迄只小船领港船啊，因暗就要装货转来港内，下晡透西北风。下半暝落雨，又有强烈的东北风。8月3号拜五，风由完强烈对东北风吹来。早起阮看到迄只乌利塞斯号对南边停船的所在去停伫一段距离的南方遐。可能因咧烦恼讲早暗的强风会变成暴风，也可能因是起定要来即个港道。就如因预定今仔日若是天气良好。要来入港安尼，为此目的，领港员昨就已经去遐，伫咧寮仔搁较远的南方，又搁看起一只无人捌的小船航来。阮咧想讲，迄应该是阮逐工咧期待的即个 Brook 号或者是 Urk 号。
有一只小胖船，约落伫早起8点钟对新仔来到遮入港，是被阮的翻译员何斌对厦门派来伊的书信的，对厦门派来送互伊的书信，互议长阁下送伊的书信，互议长阁下。这是写啥？好，要来报告伊奉命去见大官郭信爷甲其他大官的情形。这应该是何斌写的吧？是被阮的翻译员何斌对厦门派来送伊的批信吼，国议长阁下头前写呢，毋知你写啥吼。所以伊即讲伊的书信对中文翻译做荷兰文吼，应该是何斌这书信吼，一批啦吼。翻译做荷兰文了后，知影讲该批是属于顶个月7月22号，对伊伫个本个月6号离开厝地，要去遐开始写起。当因航wat偏乌了后，被强烈的西南风飘往北方去。除了造物着欠水欠米以外，还佫差一点着落入去达人的手啦吼，达人的手。漂流8天了后，总算平安到厦门。当日就甲阮的批交互官员做爷，伊对此至感欣喜。过当日，伊极力设法也要甲阮写互郭信爷的批来交互郭信爷，但是因为有阻碍，被延前到第3天。等到迄一天，郭信爷就接见何斌，对迄张批表现愉快，但是呢，当提起官员失讲，就是田凤奎四国公啦吼，四国公吼，即只写四季公吼。是毋对，迄只胖船伫个海上被5方的船吼，伊是安尼讲吼，讲提早价值800两银的荷尔蒙甲金钱，就表现无欢喜。迄毋是现在要开始，而且会当依期的工程有伊的即个迹象吼，痕迹啦吼，迹象啦吼。迄毋是现在开始，而且会当依期的工程有伊的迹象。对此，何斌加以解释讲。此事咱伫厝地也已经知影，并且已经将迄寡荷尔蒙保管伫个仓库里，要互伊殿下有一个来批，就会当随送行去互伊。这答复又搁平煞伊的怒气吼，平煞伊的大受气，所以伊就下令伊的幕僚商议阮的事务，爱尽量较紧。互何斌良好又搁确实的答复。伫即个期间，爱赠送互郭信爷甲做爷的礼物，也甲做爷吼，做爷。哎呀，我个查者，国作即个作。Copy paste 做吼，炸做吼，炸牙炸啦，炸甲做第3条啦，拢是第3条，炸甲做，啊就是炸牙或者是做牙，炸牙做牙。伫即个期间要赠送郭信爷甲做爷的礼物也拢送去哩咯。伊殿下接受的礼物有2匹羊布、10个虎皮、重8斤又搁4两、5担鹿仔肉、5担鹿仔角。早爷接受的礼物有1匹羊布、12匹素食甲印度面布、1担一级品的丁香甲2担鹿仔骹。以上即寡代志办完了后，郭信爷随发布台湾甲新仔中间会当自由贸易甲来往的公告。好消息来后，希望安尼可能以后会读较慢哦。是对搁再来新的月份开始，按照阮的年历，就是对9月开始，毋是对本个月9号开始吼。
到迄时阵，河滨认为会有超过200只的胖船准备要出航前来取缔。好消息来啊！河滨将会伫一场伊含所有的官员拢要出席的，听讲是伫7月25号要举行的国姓爷的参会上，来国姓爷提出完全的告示，若得到允准，伊将会伫以后的月底开动一个名，也是叫做宾馆的出名生意人转来台湾遮。河滨此行的开支如伊所写的增悬真多，理由是即次比顶一次，互搁较侪较低阶的官员甲王府的士将致敬礼物吼，因为得到自由无益咯，所以伊一方面对因施惠，但是另一方面安尼做对公司甲大众也拢会有好报。伊为着送即个好消息来，开52号租用即只小胖船吼。伊请求讲，因为52号迄个翻译员吼，迄个新仔翻译员一个月薪水才582号尔吼，爱趁5个外个吼，毋是哦，6个月。伊请求讲，如果即只船要对此地载大马转去，请准互因免纳11岁。即只小胖船载来货物主要是鱼虾600包鲜奶薰草，39个大碎一半的饭碗，19捆的粗茶，1篮的茶米，加1罐茶米，8道豆仔2道米，26支油纸线。33张草尺甲小拿的面布，看了即个线，我才想到我前2天伫Instagram 吼，有听到一个人伊有唱一条歌啦吼，叫做《新骑白马》，大家拢知啦吼。但是《新骑白马》其实大部分其实拢是华语的歌词嘛吼。伊讲伊读高三，一个查某囡仔，伊讲伊读高三的时阵，读高2我袂记得讲，伊甲迄个第2拍的主要部分，伊甲写做台语的歌词。歌词我毋知佫会记了，来我看觅，我敢若有甲抄落来，你稍等下吼，来我分享各位。来我出查一个吼 ，keep note。OK。来，我查掉来。我要哪 copy 啊？copy。伊讲是第2拍的歌词，但是我看敢若第1拍嘛会使摕来唱吼。Clubhouse。看啊，其实我无啥晓唱啦吼，啊是芭比来唱看觅。迄一年什么手吼，野线行我你身边，我的真心啊，我真正袂记啊，无啥晓唱啦，我无唱国语才识。毋管风雨악淡阮情路，就互我来承受你的痛苦。请你放心中后壁就是大家知影嘛吼。头前我袂晓。好，歹势啦，分享互恁，恁家己再去唱啦吼。伊写得真好啊吼，而且唱歌我嘛感觉就是大家唱这味加足好，加足赞的吼。即只船的船老大无会当甲阮讲的特别的消息吼，只敢若甲阮讲，伊已经伫咧流传的塔坦人已经有3万人的军队落来要对官员国姓爷作战。此事的真实情况如何？河滨转来自然会甲阮讲。上午，即个社保可敬的法务议会召开会议，小便底船 Watchtower 号伫咧此地岸边咧落雨，领港船也落。
甲船顶的野汽油落了，上午就又搁出港咯。以后无偌久，风开始对北方增强吹来，空气中也大起雾。因此港外迄两只船下晡阮就看袂到。愿上帝保庇因平安无事。迄只大篷船 Apple 本号含迄只领港船，暗时啊，阮拢犹阁会当清楚看到。有一只对北方落来的篷船，为着避免被北风卷条咧，也往南方航去。伫咧船尾飘扬着青龙旗。根据上水迄寡前来处队的新仔人所讲，即只篷船应该是官员炸野的船，是伫咧海上被阮的船来劫夺吼。是互阮的船抢啦吼，由荷兰人占有驾驶。即个情形，因讲是对该船顶的新仔人伫咧港外咧显化的时阵听到吼。即互阮烦恼起来，讲 Hilverson 号和 Watcher 号的主管所讲的吼，关系到因最后所看到的 Brooke 号甲 Urk 号也同时嘛有看到有一只新仔人的篷船伫因的边啊，真可能是真正的代志吼，真正有发生即代志吼。因可能甲即只篷船当作是战利品吼，再来处队吼，究竟如何犹太时间分晓？今仔日是暴风雨的天气，下晡又搁有强风，规暝拢咧透即个狂风暴雨，风拢对北方吹来。8月初4，拜六。早起阮看见迄寡船拢停伫南边的停船的所在，迄两只小船也拢伫咧因遐。迄只篷船现在也确实能停泊伫咧南边的停船的所在。阿罗上帝，互即寡船站拢平安无事，求上帝继续保庇阮来含港外迄寡船只。风流啊，对西北方真强烈透来，也有急雨，对顶半暝风完全该对西方吹来。8月5號禮拜日，有蒙雾的天氣吼，透強烈的西風。海上大影非常的大，不过天气打扫无落雨。迄寡船今仔日拢犹阁有看到停伫南边的停船的所在，愿上帝保庇因。阮对此地完全无机会去帮衬因。阮收到政务员 Johan Moore 对服务人寄来一张批，事期本国个2號，无啥物重要的代志。批里要求该伊如何支付打骂社原住民供应的得爱命令，就是要安怎纳这钱啦吼，人来做工供应得爱这钱要安怎纳互因啦吼。因继续不断来含即个服务人含其他村社来找麻烦，什么意思？看无。小便队船 Watcher 号离开岸边去停伫航道上，因为避免来遭受损害。暗时啊，风该对南方吹来，但是也是真强烈，继续吹来。暗时啊，又搁对西方吹来。8月6號禮拜日，海上影也是真大，又搁有暴风雨，强风对西方持续吹来。梦真大吼，毋过阮也有看见迄只篷船停伫咧南边停船的所在，但是无迄支大桅杆。阮哩以为应该是被夺去扑断啊吼，或者是因为持续强烈的厉害来压制去啊吼。但是迄寡大船含小船，因为天顶乌阴，现在拢看袂到啊。即种风雨交作的天气如此继续，海上也浪潮翻腾。约落伫咧下晡2點的时阵，阮真伤心，看到上水迄只篷船来突定吼，就定突去啦吼，渐渐被海岸即个边的西海岸来，总算最后伫咧4點鐘的时阵，伫乌特勒兹碉堡后面被一个大影。该塞来即个前线吼，前线就是沙滩啦吼。伫咧浪道中，伫遐看线啦吼，袂振动啊吼。迄个所在距离海边的
搭数的所在，搭队啦，约落一个步程的车程。海上的巨影也是非如此强烈的翻震，巨影是大影啦吼。就如下面所会看到安尼，俗语所讲，当一个意外事故发生了后，第二个事故也阁会接续而来吼。就是祸不单行啦吼，这互阮不得不相信吼，也互阮忧心忡忡。我来看这个要怎读，忧心忡忡。Copy, paste. 冲吼，冲吼，冲，心肝郁卒未平安，就是冲吼，忧闷烦恼，拢是冲。好，这互阮不得不相信，就是祸不单行啦吼，互阮不得不相信，也互阮忧心忡忡。果然，迄寡大船中的一只船吼，就是讲有一只已经跨线啦，就讲。祸不单行吼，果然迄寡大船中的一只吼，你了想啦吼，你以为讲应该是迄只乌列塞斯号，看起来也脱定咯，脱定脱去吼。即个船旁规个梯满，离开南平停船处，北飘去，无法度上北，而无去达到北平的大石区，但是当伊来到迄个大石区含即个大台湾港岛中间吼的时阵，阮看袂出伊到底是要对一个方向去吼。到即个时阵呢，就该船就掉头回转，搁再南平停船的所在航去，去到遐，伫咧小可外海的所在拍定，即互阮松了一口气，盼望万能的上帝及时救回伊打击阮的手，一个手臂我煞袂晓安讲，手骨啦吼，救打击阮的手，甲伊救转去吼。人民保佑停伫咧港外迄寡船顶的遐尼侪人。伫咧即个期间，议长遂派船务官 Cornelis Roswinkle 改动几个船长和水手去西海岸迄只篷船跨线的所在，要去抢救迄寡可怜的人。因拄到遐，就第一批的几个新仔人，摸伫咧茶帮甲茶头吼。被大影飘来吼，因大部分的人拢腰有垫一捆的西班牙的梨儿。阮对因遐知影讲，即只跨线的篷船是官员早夜对厦门派去留佛的。因去到遐，留佛是啥物所在？柔佛。马来语叫做 Johor， 是马来西亚13州属之一，是伫咧马来半岛的南部和北部的偏乡马六甲和新美兰接壤，和邻国新加坡和印尼海上三对象吼。该州人口400万人，全国人口第2多的州属。新山是即个流佛的首府甲经济中心吼，经济中心啦吼。流佛来，看觅啊，Johor Malaysia。所以就是新加坡的北边嘛。新加坡是伫咧即个伊半岛的上角角的南部上角角的遮嘛吼。伫
顶头就是流血啦吼，马来西亚流血 ，Zohor。我实在，柔佛应该是华语的翻译吧 ，Zohor 嘛吼，柔佛嘛吼。好，我著读 Zohor 吼，较近我原音吼。哦，即只看浅的旁船是张官员早夜对下门派去 Zohor， 因去到遐买护照、写船用布、沉香等等的物件，对遐转来的时阵，伫海上被荷兰人攻击夺取，就像现在所看到的，也毋知影为何缘故被攻击，因此因对被攻击甲夺取吼，被攻击甲抢啦吼，特别是对遭受到即个看浅事故，表示极度的痛心。哇，因那是诚衰就对了吼，够衰的衰吼。后来还有几个荷兰人靠着上水甲木伫茶帮顶头飘来岸边，留伫迄只篷船顶的5个荷兰人，有2个人被救出来，其他的3个人落入去海里淹死咯。另外2个人飘来即个城堡头前的海边啊被救起来。因讲因是伫该篷船顶最后的人，无别人咯。因此，坐该篷船的人总共有空白，毋知几个荷兰人，甲毋知几个其他人拢空白啦吼。其中，阮荷兰人丧失6个人，就是迄个布记员，普记员啦吼，布记啦吼，普记员甲普记员吼。4个士兵甲1个少年水手吼，安尼就死这6个。而其他人丧失1个，就是迄个大公，就是该篷船的船长啦吼。过来继续读咧吼。当即寡人拢被救起来了后，该篷船就开始来破离，并且离开咯吼。因此，阮尽可能来伫几个沿岸来抢救所找到的被水所漂来的护照啦、面布啦、沉香啦、蜡啦，含真侪该船的该篷船的物件。机长阁下该动伊的议员也拢骑马赶到海边啊，去下达迄暗应该要遵守的命令，并且任命地方官斯基多、稽查官 Howard、队长 Michael Williams 以及 Roswinkle 来执行该命令的指挥者。其实伊这是写荷兰文吼，我是超工甲读做那敢若英文吼 ，Michiel 应该毋是 Michael 啦，超工读做 Michael 较好记嘛吼。Williams 其实嘛毋是吼，伊是 Willems。好啦，你就当做 Michael Williams 较好记吼。队长 Michael Williams 以及 Roswinkle 做执行该命令的指挥者吼，被任命了吼。带领真侪武装士兵甲水手沿岸骑哨吼，看守迄寡落水的物件吼，落去水的物件，以免被人偷走。即个措施也是比阮所期待的小可较晚吼，因为阮看到讲此地居民有真侪人看到如此污染的因的同胞，若无伸出即个援手来帮忙吼，抑阁真自在去甲海边啊迄寡人的钱来甲伊摕走，因此也一直决议爱拟定一道告示吼，严令所有用即个方式摕走即种钱甲物件的人，拢必须要伫48点钟内摕来交互阮。即个习惯吼，其实一直到大清的时阵吼，台湾人伫住伫海边啊吼，还阁是即个上快阁是即种歹模样吼，就是人船难吼，啊拢去共抢人船顶的物件，都共摕啊吼，无客气都共摕走。
这世界出名诶吼，足侪人拢报转去国内吼，讲这台湾这遮吼，这拢无照步来就对了，无照世界大概规矩来吼。好，讲所以呢，要拟定一道告示，即个拟定，即个拟，我看我是毋是读对？拟定。哦，拟对，无毋对，我读对吼。所以呢，爱拟定一道告示吼，拟就是拟定吼。严令所有用即个方式提走即种钱或者物件人，拢必须要伫48点钟内摕来交互阮，安尼会当得到合理的救援报酬吼。过了即个时间了后，若有即种人被举发，检举者将会当得到适当的报偿，伊的名也会被保密。而被举发的人将会是警方的轻重处以上断头台或断头台，或者是规日去加牢，或者是其他的即个刑罚吼，所以就罚则重哦吼。有一个顶头写着2克的小箱啊，细仔箱啊，2克是其中一阵啊吼，被飘来厝地岸边，伫遐看到2套迄只2克船的航海总校。哎哟，已经9:36分啊，歹势，结果这读了。佫足久诶呢，可能爱佫5分钟，吼，我佫读个了好啦。伫遐看到讲，迄2套迄只2克号诶航海总校，以及对今年6月15号以后发热新诶即个备忘录，以及一份迄只跨线诶篷船顶头所在号码诶物件清单诶草本。即个清单是根据迄寡新仔人诶主管所提供，伫今年6月30号，伫迄只小便队船。布鲁克号顶头所写，即个清单顶头诶物件如下：1052斤1052担诶护照，74斤诶樟脑啦吼，9担诶蜡，5匹诶红色诶绒布，15担诶象牙，又搁8斤诶象牙，601担玉豆扣粉。58担陈，19担木棉，15担沉香，1担樟木，8领牛皮，370担的蛇壳，20担盐。迄寡跨线得到救的荷兰人，甲阮讲的话，捌提起讲，上水迄只篷船是伫咧paulo capas 附近，刘阿五即边的 paulo timor 钓满岛啦哈。草蜢吼，钓满咱顶会讲过。比小便队船布鲁克林号和2克号攻击夺取。攻击大船的理由是我方的人无认捌迄个大公啦吼，所以认为讲因是非自由的人，就是无取得荷兰公司航行许可的人。迄寡当做战利品所抢来号码分装伫咧3只船里。对迄当阵开始，这3只船就结伴航行，一直来到海南岛海湾附近。伫遐，迄只2克号因为恶劣的天气来海面飘散，对迄当阵以后就无再看过。布鲁克林号和即只篷船因为暴风雨的天气，第一次越过台湾去到澎湖，后来佫做对遐来转来台湾遮，来到南平停船的所在来停船。因为如此狂风暴雨之中来到此地站，因为继续不断的摇害吼，所以只篷船不得不将迄个大桅杆来夺断。扑断大桅杆了后，若毋是因为迄寡新仔人宁卡来，大家即个钉的锁啊大家夺断吼，因认为还佫可能还佫会当航行维持几工，因为钉锁去扑断去，所以台嘛断日失去吼，都只好真艰苦来任其漂来海边。但是新仔人对此加以否认，讲迄个钉锁是荷兰人家己夺断的吼。不过对此事，阮也是较相信阮家己的人，因为因袂轻易
互该船来即个风凉的海边来看线。如果有可能避免的，若是有可能避免啦，因无可能，就是如因所讲的是有处可能哈，有即个可能哈。暗时啊，迄个伫个篷船顶的破纪员的尸体被发现伫个城堡头前的水泥，也有一个对该篷船当作跳入去水泥的死那的老妇人飘来即个港岛被救起来。暗头啊，天气有一点好天，风吹西南风，南西风。夜间大部分时间拢咧落大雨，并且有4呐单位，但是拢无风。因此，阮希望安尼会当互海水真紧就平静落来。好，8月6号拜一读煞吼，真长吼，我今仔读超过10分钟。好啦，因为佫有唱歌吼，今仔叫沙秘书佫唱歌。好啦，读一下啊，咱明仔载再佫继续读啦吼，那。最近无啥物大故事啦，小项细事故安尼连续不断吼，定定拢咧存难。好啦，到遮吼，咱明仔载再继续读，希望我明仔载有闲通读啦吼。临时若有代志则歹势啦吼，因为最近实在拢足无闲。好，感谢各位，我来开放。多谢各位，非常大家。